强出的雷公像闹钟，将蕴藏的大自然现象，不出一类类将将嘅花。照通俗来看，也係應該係落雨嘅季節，雨水會再一次同大自然之寒。是否佢天天嘅行過，讓嘅路安尼一行一行落下來，三頭向夏天來天氣溫溫。寒日交叉，濕氣嘅天時係熱嘅一個季節。滿人嘅熱一下最嫩，比一下還冇生出硬釘釘嘅香味。當然熱一般熱，該人熱來上嘅熱，該人熱又怪怪。所以那2、3月高春的過啊，我講，過了熱天來，我溫度啊過啊，唔會講，還慢講。長長嘅葉誒，帶下扁擔拍拍嘅模樣，粗長嘅面絲，樹枝嫩嫩啊都皮嘅多。當然上嘅葉，像樹葉摘下葉誒，唔是白黑。春風係在吹來，尖長嘅葉誒，又會打到滿人。買辦嚟嘅人總係要本自家歡喜嘅方式，玉杯中，綠卡做，前田賣，每個人都有以中意嘅蔬菜。阿公看到錄音機，聽到就是玉杯嘅菜園。一對鐵頭部退休後，提飛喺鐵路上撞到痛。木瓜、竹嘅、野薑花，還有一奶嘅嘢。用滾水煮過嘅嘢，對尖牆裝作城牆。就像啲補中藥，服中大量嘅面絲一奶都係，皮起來就有辟邪嘅效果。家有一籮，槍有一把，還有2把，做飯就冇煩惱。阿公同阿婆一緒嚟訂野米，那個一緒落，都做得突出野嘅香味。春天就講，春天我長了也要的，比較大顆，也長一點。哦，好粗。現在比較細啊。孫子回來有沒有很開心？哎呀，做現在是看幾點啊？頭擺係新幹寶貝，一下係成地盤。阿公同阿婆看到切飯瓜嘅陳萬林，發現孫兒一下已經太熱。就太好邊啊！就是像我阿公阿婆年紀大，過了去轉來聽做班的啊。
佢太后边仔真诶天气，天中在老人家天做，就像个学术面啊，然后传承老人家留下来诶技术，各位口面啊。阿婆彩灯班车，主角还係按流量，不過早就冇20多年前開始創業嘅係按有力。富士嘅業產業班車，同樣人生嘅經驗落強下。陳萬年嘅阿婆身後，用人強嘅書出嚟彩燈，糯米天嘅有嚴性，曾經沒有人傳承接受做班呢。陳萬年嘅班呢，算係阿婆有人教嘅，韓細實讀大學嘅下開始聽書，5年前才變做做班嘅師傅。野米嘅糍粑喺農場地位捧起來，掉出嚟嘅係可喜裊裊嘅氣頭。都會同都冇嘢嘅膚色，本上拍嘅糍粑嘅也係咪變得長長嘅？主要逼到支支棍在中島行面下去。喺羅皮幹也喺羅皮市，所謂傳統嘅口味，都係你常識嘅落潮強下。鐵頭擺做嘅菜包，我本人食嚟包，同慢慢嘅料頭包嘅地擺，人滾滾嘅氣呢，能做得發嘅都幾嘅手力。睇風潮嘅一下，菜包本人看起來好食，比食包更重要。野菜嘅腸，山藥嘅吊菜色。還有金瓜嘅黃，係天然嘅大班。嘢啦，嗰個山藥啦，飯嗰啲都阿公自家都草原地會種嘅呀。睇到早陣講我哋撲佢啲冬天啊，因為想講佢特別種很多嘢啦，種很多飯瓜，因為我哋撲佢冬天啊。長嘅野草容易拍嘅班車，又係野班最常見嘅食料。往往嘅金瓜容易班車，米團店時變做金黃色。吊菜色嘅山藥容易拍拍嘅班車，對天然地位來嘅粉色，就像原餅樣嘅暗香味。一索米團，一索料頭，主動都睇陳萬年嘅書把裝包好，並睇叫強入當行。
圆滚滚嘅猪笼板看起来清得人食，又好手头。黏黏的一粒，吃起来无负担。老屋去做新屋，头摆系杂货店店卖办的，也下办的为主，店卖就杂货。带电路卡做嘅办呢，经过田工，摆过五谷石梯。市面上嘅好久，对一条料头无提出乜嘅问题。在那本卖方总干事，拄好十一时节，身后向嘅办呢，都同意上皮后。今天准场人吗？是啊。我不这样一阵哈，也个传统的啦，也传统拍皮的，吃起来就有妈妈的味道，当幸福啊，啊，是啊。春分过嘅场面系节气，咪系节热。山排行牛埔诶，人强强嘅比起来，旧模间嘅情操，而也下那位强下。将王故子叮当人用石头砸定。瓜子瓜梯，咪系路卡人看得乡下嘅世界。很少流动的，没有流动。竟然抢命十足，一开来车咧。这个休个鸡比到两个人能用法度来夺盘。太地嘅风办呢，个难剪，对看得注视嘅那边人来讲，喺冇剪咗一家人就算成功。归来嘅人太多，做下地步路轮态势都无限之差。食以後多幾盤，也係顏節天才而有嘅。食以後夜飯做得撇下去，同腳就快暈。食以後飯，地不有上癮嘅馬嘅意思。
米紧中紧少，面粉砂紧进口入来。面对粮食嘅危机，台湾也下有人种麦嘅，大家开始从事麦嘅。睇竹白嘅培育田，春天嘅羊儿將試一下，寒天種嘅麥嘅也下好收成呢。边個嚟試過羊兒跟田球也下長溜溜，長春麥嘅田係黃公公嚟嘅，唔過也幾下熱，天時快熱。春江春雨，看雨好天時，莫天出連時都變落雨，本田白冚冚柴柴。因為去年移動和慢熟，等等動手麥種嘅慢，故所今年麥嘅生嘅無好。鐵墩嘅麥幹，喺春天愛收成嘅下，本骨和其實是唔錯。麥田地塊是唔錯嘅和基，田白之後用人工，一把一把嘅割，多少加咁做。喺培育田，萬人都識田白嘅名嘅，而種嘅米全國有名，有積極參與社會運動，也係而種嘅麥嘅。未開始燒烤出名嘅，田數係說明種麥嘅理由，係喺台灣嘅糧食，老百姓長久。台灣人對你嘅飲食習慣該種來改變，所以我是講，國民愛提講台灣也有。日本時代是有種類小麥，我是老改良廠聯絡嗬，我講你哋新竹種得麼？結果個博士讓我回答講，北非貴縣以北搶做得種，所以我就在新熱帶東歐國家內先，我是那裡石頭做種嗬，那裡餵個麥落去。故所以每年幹寒田休耕嘅時節，喺田球嘅種麥嘅，本來寒嘅麥嘅享受北台灣嘅寒田，到春耕嘅時節又好收成。麥嘅種係田七七，屯禾嘅暴水嘅下吹下來無窮樣。麥嘅唱會驕傲嘅天色人生，可能天燈。麥嘅手嘅會轉淡淡嘅水嘅色，比較和國嘅景黃，有地會鹹起。強強嘅碰一下，麥嘅手看香香。俾我再向抽，試一下見人嘅軟土多耐。啱樣嘅唔介意也擺嘅收成，而係係切價錢苦耕種嘅結果，也係大體嘅禮物，再向抽起來要到複雜。
细细台嘅蛋炼茶一下都贴满呢。临暗头，田北嘅沈阳thị田顺路，天天嘅行过路卡去。一支长长嘅棍嘅塞芒鼓抹下来。马嘅路按呢一碟一碟嘅脱壳，嘅烤马嘅声音弹起来十分爽快。田伯讲，马嘅系拉熟，用力烤几下，一路嘅脱壳。马嘅会分出行嘅马杆流体帆布行，天山盘下去。有啲唔係嘅東西都會盤到人人，想留下辛苦工種嘅乜嘅。因為唔多會再水，故所買嘅愛浸過，能煮嘅熟。田妹將自家種嘅米同買嘅，用5:1嘅比例混合，煮一鍋熟。香香順牙嘅買嘅飯，米後就食得到土地同實麥嘅米絲。飯後，食隔一碗馬嘅綠豆湯，希望係能農家生活地擺，也係非公嘅料理。一碗清涼嘅綠豆湯，對天熱頭下做事嘅耕田人嚟講，也係最上等嘅補品。燉煮過嘅馬嘅脫下一層皮，鹽水下拍，皮起來都係暗香嘅。比較綠豆湯地位常見嘅燕麥，馬嘅有高包著嘅本質。睇報道木面嘅綠豆湯地位，馬嘅算有得脫皮。田伯屯馬嘅多熱摸誒，佢開始甜同摸粉。兩下半數，馬嘅都摸咗粉，也就算馬嘅麵粉，係要用來做烹嘅顏料。天天嘅行上台牌，帶到嘅嚴肅。馬嘅香味對點清嘅田主堂散出，無面到賣胖，咪係嘅嚴肅正經嘅事。開做烹店嘅嘗試，佢從係多邊過來行嘅。楊新權先引田主堂為了經營，再做一個野味，最尾我不將人去學做烹。一啲咁嘅香嘅洋風味，用咁嘅色記錄嘅舊人嘅漢人嘅美食。
同甘带甜嘅精油香，提示落肚之前，先焗到皮公香。渐渐含名多粒粒，伫轻平嘅胖香果等。师傅香香嘅同胖间隙，一层贴过一层，同好康嘅饼体底杯。风头美意，应该含有个定整嘅讲法来形容伊。东方名人茶都保留了热甜嘅风竹，风头奶酪嘅面团，浅色嘅面团，天天人都变做朱黄色，看起来都似内敛嘅形式。经过破盆底，先有弹性嘅香，一下落等嚟各地活散嘅米丝。係講祖馬貴人嘅拍肚透風，竟然係真實欣賞嘅多打扮嘅粉味。จาก法國嘅左馬同貴人農業面團，無天草係春天嘅櫻花，無天草係細阿妹微笑嘅面夾卵，每無天草像阿姨一定做衫褲嘅時候，唔管搶物嘅左馬同胖飲咗上顏色嘅樣嘅，甜甜帶有酒嘅香味。咁嘅東方名人茶、左馬、本胖，顯得一年四季喺色神、喺味思、喺口感有嘅變化。茶會容易火燭，夜會天天嘅辣起來。一直到無人對人從不出，從日到見10個人，細細間嘅飯店沒有10個嘅人工嘅。我們一片係耕種為主，而是投入無按多嘅機會，因內來嘅天壇照顧嘅千多嘅家庭。喺為做麵包，完全係無心插柳，因為我只。臉上憂鬱症動嚴重啊，所以大家想辦法來幫助佢啊。基本上咧，奶水師傅啊，做奶水，所以佢會做到嘅，佢都冇佢讓那個會亂做誒。所以
既然这样子变讲，啲交通头先那个舞台，奶水部分还没做好有全部开，所以呢，所以按样的关系，我们因此还有一家好朋友，佢哋澳洲学习面包窑，因为按样佢讲，佢冇事基本做奶水，咁咪含嘅澳洲人嚟教佢人们做面包窑。天主堂头摆嘅佣金就看唔到，唔过伊还系同嘢照顾定，也系头摆系发面分物资照顾地方嘅蔬菜。更加也系做胖照顾都市嘅蔬菜。早晨当出炉嘅小胖，一条一条嘅摆定，硬着来呀老了嘅人客。一是走马路改变的肉系同嘅看相。就像大部分个小阿妹，样会唔像人看。为了某盆肉去出泡沫吃，我同山青肉、鸡肉、鸭肉放喺走马地块卤，盆酒放喺走马保护一定，唔会被菌破坏。走马喺凤曲米酒同糯米发过后做嘅。食成會甜等發嘅熟土，天天嚟對鳳曲地被啱出來。記得有到鳳嘅鳳曲，如做得同胖嘅地被啱到鳳，用左馬路東西，唔管係看相，也係披起來嘅酒香，如清香顏色。客家人的屋企家庭吼，全部大家就会做马肉。做马肉系过年时节食的，因讲有红有酒有年味，有肉香有酒香，更有浓浓的人情味。主肉全话是做左马无咁复杂，是要温天嘅环境同细心嘅照顾，剥开夹起嘅糯米，由第位碰，粉凤曲拳做得接触米粒米。腌到鳳曲嘅糯米，像水蜜，未像春天嘅花蕊。加到鹽做的本鳳曲發過夾，多到米酒加添酒味。一段時間過後，鳳囊地塊開始有細泡不出來，唔多啲嘢都按嚟燒嘅。早期陸下耕田，聽聽國民政府來台，建春提早嘅都出現，也條外來人口嘅消費，係阿公想做生意嘅原因。初下阿公買鹽水鴨，油葱要鴨油炸，皮糖係燒鴨肉嘅。
注意食面，相颜色嘅鸭肉面都做得上足。做生意那有乜嘅天策？鹹水鴨喺冇買係都會打爽。手定嘅下，阿公談婆睇嘅話，同冇買係嘅鴨肉用左麻滷做左麻鴨。要送礼，好。对，送2个人，送1个人，买多少？2个人，好。也冷藏做得不用洗衣，冷冻做得不用1张页，跟底下种做吗？也不用，也好些，会更入味啊。小菜导演用下架。賣呀賣嘢，十邊主要嘅產品，一下喺市場地位，每日都會賣出200隻。宜南市體也係自家嘅老屋，租屋人種到好細好細，本維持而係一個家庭嘅義務。朱玉泉出世嘅下，陸下生意相當好，一面起來，閒時陸下都看到一捧嘅左麻鴨。唔過嘅條路係按買本人下嘅，而咩看得出到。而閒時嘅時節，連殺嘅生意呢都會投出堂。唔過朱玉泉上嘅，實係讓我來投人開嘅條棒嘅，拿地包嘅鴨肉來食。병一棒嘅度嘅鹹水鴨同左麻，我由3層嘢嘅吊搭，那我由最定正嘅米絲出來。羅湖嘅黃屋係間實在嘅傳壇，咪係千多年嘅秘密基地。朱澤泉係朱家嘅太阿哥，造就鹽闊嘅伊傳壇係伊退休過後能開嘅。對一間傳壇，朱澤泉根本都冇想太多。故所以講，雖然伊住嘅係摘菜，唔過伊冇想我用摘菜嘅名嚟按一條菜色。我細時節吼，其實我唔好去做嘛，因為我婆啊吼，逐串落出來喙做嘛，因為做嘛跟我串聯到我跟我阿婆、跟我阿公彼此之間的相處模式，然後再加上我現在在這裡做素食，我很多菜我都用到做嘛，我撈做嘛，撈去當成哦，醬料，我的食物跟我客人也是透過食物連接的那一種情感。將金針菇、番薯剁到綿綿，落啲左麻同起司，喺細火上天天地煎，天天地煎。料理人做一半，陸客人都停定嘅上作。鳳小肉概念做成嘅料理都係鳳小肉，都算係地位冇標肉。阿咪識得人煮好嘅鳳小肉，都濃牙拉嘅親手做太太家。識得去考察，如何向做嘅東西係冇上作，時間緊行鐵定嘅過程就像小行。30分鐘過後，煮出總算有18噸烏。對平大鑊變出來，一塊18出貨來香味嘅肉乾，讓我唔想認識。
所以台湾人就是比外国人的文化、外国人学习的东西气死，你也做嘛好。路边花养起来像合法嘅路边花，睇寒天睇，春天开花。东洋嘅路边花睇开花过后，日本人来一田球做皮。喺天阳地拜，祖国古阿明顿向本人发上嘅言神，根本都係講義。喺神法地拜，伊就像阿妹為咗家庭嘅犧牲。就像青岛对阿妹松鼠煮出嘅东西温柔独特，客家菜式无改正嘅外表，咩无清贵嘅料头，等等主食文化嘅改变，也就对代替来嘅食材，用料理做法布，十万古表现出成人嘅角色。喺欢喜嘅季节。搶風爐煙彩兒係創作最好嘅靈感。做人也會後，總場田明顯顏色嘅各種色彩，色彩係生人嘅技術，一種係有法土地現實嘅世界地位，不會是色彩上去。很寫實嘅模樣，將怪物阿爸阿妹發向下，有人噴火，有人流血，有幾多正義嘅天真故事。一條天真嘅故事，本中長田以為發想，一同面泡板當作花布，同食材當作食料，將面泡板做到花蠟別薄。一隻暗橙色嘅泡涼，一隻紅橄色嘅橄欖，還有一個彩色嘅白กุ้。亦可以做到像軟糖、摩羅糖咩甜節節，濕麻寫嘢一下，唔怕得吞落肚，一邊貴氣。再放回來呀、你吃掉好不好？吃掉，要。好，那他先放旁邊好不好？他在這邊休息。好不好？他休息一下。他在睡覺。對啊，在睡覺。這是什麼？也係一同面泡板最親密嘅時節。甜米濃一年四季看起來都冇強樣，番薯葉、甜菜根、木瓜、洋面頭花。幾年嘅都有，一開都係中長田嘅食料，像田薑樣嘅，有紅色，沒有番薯葉嘅橙色。一開始做所有顏色出來，模擬講是啦，啊慢慢的去跟人介紹講哦，安尼新鮮的青菜同水果做的啊。一般人會覺得說這個東西你怎麼可能花這麼多工？因為會很容易酸掉。然後像我就是4點5點做，都凍住下擺，卡秋天就發嘢的。係啊，所以哪樣都做凍住誒，那冇怕做紅葡萄。一定調菜是3權嘅洋面頭花，但係台灣最開始係用來做皮嘅。一下殺變咗時行嘅天然食料，雜雞皮浸咗水度都有用唔起嘅天空色。拄好本雕嘅鼻，咩拄好本魚嘅手。黃色係田熱帶嘅米濃，表現日發啲嘅食料。
成熟嘅木瓜落去拍摄嘅米浆，蓝黄色变做金黄色，嘅气质系公主同王子争有嘅。甜菜根切丝角，佢就系五都凤。喺童话故事地位，莫看到吃个好，唔当同佢当作系经典地位打扮，也系替闹热嘅世界带出嘅笑容。作为阿妹，如果明日洗衫裤，一辆黄嘅，一辆红嘅，一辆青嘅，一辆蓝嘅，当然还有一辆白嘅。中强田将面帕板嘅材料对菜来米改做蓬来米，本上煮熟食嘅也系变做冷盘。食料带来嘅灵感，中强田将就一块豆上作，一条弹起十班行嘅发布，喺辛苦过后强嘅作品。对快餐店嘅经营失败行出来，中强田获得半条替闽南故乡有嘅成就。柚子杂味一度开做累累花。点点开来，点点讲。今年嘅童话唔止系提早嘅，也系过慢地嘅。老个拖中了合作嘅事业带，童话早就打到满山开，拍斜斜嘅堂上过去苏拿当行，一块接一块，本强悠悠嘅山派有嘅表情，都系5月熟嘅童话唱落雪。顺向也逆向，渐渐嘅点点，纷纷嘅跌到水准地位，一类5片，腾腾水打向远方。梦中树相连，我听。